無論成或輸，別話我係豬，用這風的觸覺加構思，命運我未知，仍然來嘗試，千次得志失意。我有一個踏出世界，我有一套自創見解，要毅力善意做到最好感覺，最佳若到達偉嘉的境界，處境怎好與怎壞，我總可理解。圓滑維持狀態，若到達離散散境界，方知新月這麼大，成敗沒介懷，能夠躍進自由到達。論勝或輸，別話我係豬，用這風的觸覺加構思，命運我未知，仍然來嘗試，千次得志失意。我有一個踏出世界，我有一套自創見解，要毅力善意做到最好感覺，最佳若到達偉嘉的境界，處境怎好與怎壞，我總可理解。圓滑維持狀態，若到達馬德鐘境界，方知海威這麼大，成敗沒介懷，能夠躍進自由到達。我有一個踏出世界，我有一套自創見解，要毅力善意做到最好感覺，最佳若到達偉嘉的境界，處境怎好與怎壞，我總可理解。圓滑維持狀態，若到達離散散境界，方知新月這麼大，成敗沒再想，能夠躍進自由到達。